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有关这个中国籍的配偶，若要入咱的台湾籍，这民进党的立委黄捷是提出着修法的草案。第一，就要放弃掉中国公民的身份；第二，就要宣誓效忠台湾。陆委会主委邱泰三讲，会分析到其中的优点甲缺点，等议会来讨论。国民党的立委是批评讲，这是调故意来有关着收混搭。 歧视中国籍的配偶，中国籍的配偶团体嘛认为，互打压是烧酒到立法院来抗议。 中配团体代表手帮交官在立法院附近大声抗议，就是为着这一件。需要宣誓，那为什么现在要宣誓？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，好，黄捷为什么要这样打压我们？我实在是不懂。手帮印大字，中配国配偏偏好，因为这回是民进党立委黄捷进前提出修正草案，要求中配定居台湾，除了立家教宣誓。 要完全放弃中国公民的身份，包含国配同款需要经过考试，不过这严格条件就引起争议。涉及一些统战的行为，某种程度代表说他没有效忠台湾，然后对台湾没有国家的认同。 所以，如果违反这样的行为，就会被注销他的户籍。来源地来决定他们是否忠诚，就是这叫诛心论啊！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恶。那如果是我可不可以说啊，黄捷看起来小头锐面，然后看起来不是很正当，就请他宣誓不要背叛台湾？现主席法规确实无中配放弃国籍规定，相关部会看法别拢无相像。如果要跟外配来做比较，其实事实上，两个的基础是不一样的啦，双方都各有利弊，那这个必须要全盘 来考量，毕竟要加入一个新的大家庭，效忠这一个国家，效忠中华民国，我想这个是也是应该有的一个提议。进前中配摕到身份证，为6年、8年到10年，条件都已经争论真久，如今国家条件恐惊间接地法庭诉，也有真济难关爱面对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